大家好，我係6A 班岑日朗。今日分享影片嘅主題係香港貧窮問題。我覺得香港嘅貧窮問題嚴重，因為每5個香港人邊1個係貧窮嘅。香港嘅貧窮人口面對長嘅工作時間，不過收入低。我覺得貧窮嘅人好慘，因為佢哋日日好辛苦咁工作，不過唔夠錢去維持生活。大家可以幫助貧窮人嘅方法係，我哋可以幫助貧窮人嘅機構捐款。聽完香港貧窮問題後，希望大家都能為有需要嘅人出一分力。多謝大家。